首先講下呢一張呢，就係我入境迪拜嘅時候呢，佢送俾我電話卡連 WiFi，全日任用。一出機場嘅對面呢，就已經有鐵路呢，可以搭到入去迪拜嘅市中心。如果大家方便呢，可以買儲值卡啦，咁佢可以搭到地鐵同埋搭到巴士嘅。咁第一站呢，我哋就直接入到去阿布扎比啦。第一站呢，就嚟到首都嘅阿布扎比，最大嘅清真寺，裏面呢係非常非常之漂亮。而大家呢嚟呢個清真寺參觀嘅時候呢，係需要事前喺網上面預約嘅。而大家入去裏面參觀嘅時候呢，必須留意返佢需要嘅裝束啊。咁轉眼間夜晚嘅時候呢，我哋就去咗阿布扎比最大嘅商場下面嘅超市，去探索一下睇有啲乜嘢啦。咁竟然呢度呢係有鹿肉賣嘅，我都係第一次見。仲有一種特別，駱駝肉都有得喺度買。嚟到全球最大嘅 SeaWorld， 呢度最特別呢，你可以好近距離咁樣呢，親手捉摸鯊魚同埋魔鬼魚。全球最大嘅水族館嘅大圓形玻璃就係喺呢個位置啦。水族館裏面呢係全室內嘅，亦都有冷氣，所以呢係一年四季呢都可以嚟到參觀。佢仲有漆黑見到嘅魚呢，隻眼呢識得發光㗎。
咁場內呢都仲有好多活動呢俾你哋去參加嘅。如果大家大膽呢，可以玩埋室外嘅瘋狂旋轉過山車。話咁快呢，行過隔離呢，就係全球唯一一個法拉利樂園啦。而裡面呢，除咗好有速度嘅過山車之外呢，亦都有一個部分呢係好啱小朋友玩㗎。No bending. 2, 1, go! Good job. Retire back to Australia. 嚟到呢度全球最快嘅過山車。佢每小時呢係240公里，如果大家唔驚呢，不妨你試下玩下。